求求你别杀他！我嫉妒你，我们一起下地狱吧。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在这个这么重要的日子里，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人。这个人是我的姐姐，真的是很久很久都没有见到的姐姐。她叫李雪姬，大家应该都知道的。她是著名富豪李世宗的养女，也是我公司艺人顾世一的女朋友。太突然了是吗？选择今天公布，也是想给大家一个惊喜。希望大家玩得开心。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，刘远？干坏事啊！你不是很清楚吗？不过，我现在倒是很好奇，顾世一死了，和顾世一有了新女友，这两个新闻到底哪个会先上？世一在哪儿？我在跟你说话呢，顾世一在哪儿？我走，走。雪姬，走。聊吧，现在不吵了吧？别看了，枪法很准，一枪毙命，绝对不会打我。我知道，你知道？因为我是坏人啊。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？因为可以活得很久，所以别人短暂的生命在你看来就微不足道吗？所以就可以伤害无辜的人是吗？是啊。不过姐姐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这种愚蠢的善良，还真是一点都没有变啊！还想着用你的血去救别人。不过你不知道吧？你的血呀，只能救和你有血缘关系的人，别人一碰就会死。同情别人，相信别人，并且从始至终都在同一个男人的手上。姐姐你呀，真傻。顾世一在哪儿？刚刚他不在，不过他刚才给我发消息，应该在来的路上吧。毕竟他不会看着你被我杀死。不过在这之前呢，我们还有点叙旧的时间。我真后悔，后悔当初救了你。你当时就应该死在那儿，你不配活着。刘雪姬，
你以为人人都有选择是吗？是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是吗？我没有一点比你差，可就是因为我的出身，所以我就不配和你得到一样的东西，对吗？你不能，刘雨涵，我不会再让你得到任何你想要得到的东西，也不会再让你为所欲为。1000年了呀，我这1000年也是活得了无生趣，直到找到姐姐你。我就是想把你喜欢的东西都夺走，让你也体会一下我当年的感受。雪姬，雪姬，来了。你没事吧？警察马上就来。刘雪姬，这不是你最珍贵的人吗？1000年的时间，就爱了这么一个人是吗？求求你，求求你别杀他！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什么都有，你即便活了1000岁，也还是被人理解、被人爱、被人保护。遗产愿意给你，谁都喜欢你。我嫉妒你，嫉妒的睡不着觉，所以我们一起下地狱吧。开枪啊！你杀过人吗？知道怎么开枪吗？要不要我教你啊？放了雪姬，现在可以啊。你先打死我呀！你知道我死不了吗？你要找的人是我。我要找的人是你，可是看到你们这么幸福，我特别不开心。世一，世一，世一。世一，世一，雪姬，警察不许动！没事吧？举起手来！
你没事吗？疼吗？难道我真的已经变成普通人了？大总，雪姬，怎么了？我变成普通人了。十一，我变成普通人了。我终于可以跟你一起变老了。学姐，你回来了。嗯都解决了吗？嗯，都解决啦。哎，那诗一，你赶紧带雪姬上去休息吧。怎么就没人关心我一下？要我关心你吗？怎么了？受伤了吗？十一受了点小伤，我先带他上去看一下啊。晚安。晚安。疼吗？疼，好疼。可是你捂错地方了呀。啊，反正都疼。好啦，我去给你拿点酒，你去换身衣服啊。可我没衣服。你穿这个还挺好看的。李雪姬，不要笑。你要不喜欢，你就脱了呀。十一，这样的日子也太好了吧！我都想一直这样了。那以后就一直这样。我今天不想走了。什么？哦，我说我睡客厅。哦。十一，不要走。你说什么？别走。什么？不要走。是你不让我走的啊。
哎呀！你怎么在这儿？嘿，你昨天晚上求我在这里陪你的呀？我怎么不记得？我有证据啊！你看，师爷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不要走。好美呀！顾师爷，请问这个世界上谁是最漂亮的人呐？李雪姬。那请问，这个世界上你最爱的人是谁呢？